Былыргы былжыктак жылым бырал ер бырамаммындатыгыр уруккук суулаак жылым улар ер улагаттыгыр. Алжар хайдага аспыт жылым аңар ер анратаха. 在远古时代，建立中介的雅库特祖先是神的亲属。创世之初，地球上太阳冉冉升起，树木落叶飘零，飘落的叶子慢慢枯干。当水分充足时，又恢复了生机。这是大海中的一片高地，座座高山将其环绕。在人类出现之前，上帝的主神尤柳恩科阿拉率领众多光明之神同众多妖怪展开了战斗。他们打了很久很久，由于双方都是不死之身，所以无法分出胜负。这场争斗中，上界为之颤动，中界骚动不已，下界更是混沌不堪。最后他们打算和解，但妖怪们生下来就是为了与上界作对。以乌鸦为代表的萨满们知道，就像狼和狗永远不能生活在一起一样，善良的人们终将报复他们曾犯下的罪行。于是他们远远地逃到了天上的南方。深夜中，下界以阿尔桑、杜欧拉伊为首的脚上长着绒毛的强盗们都清楚，人们一定会来追杀报复他们。但下界昏暗难辨，人们很难追赶上他们。为此，他们决定抢劫之后就藏到下界去。如上三个氏族的首领都知道，敖东比伊斯、钦克斯汗、德尔卡东都是廉洁的命运之神，所以将他们选为法官，三界的主宰。他们并发誓道，凡打算动摇三界秩序的，都将受到惩罚。上界的天父尼尔衮阿拉的兄弟阿伊恩卡希埃尔的妻子艾伊诺兰登生下了一个一出生就会大喊大叫的孩子。这样，我们奥伦霍的主人公就出生了。他一出生就表现出蛮横的性格来，大喊大叫，攥拳顿足，像是要对付整个世界。被吓坏了的三个氏族的祖先们纷纷去找法官，法官们将这个孩子打发到了下界，到那里接受女巫别却格尔、别格留肯的审判。女巫一边唱一边预言道，中界的好人坏人都要受到折磨压迫而死，并消灭他们的祖先。她的话也预示着拥有毁灭世界、消灭生物这种力量的人出生了。上帝很担心这个孩子所具有的蛮横的性格，于是命女巫用魔法将其锁在乌云密布的铁山的八面柱上。这个小男孩成了后来人类的守护者，不懈追求的尼尔衮壮士。上帝下令，只有中界发生灾难和不幸时，他才能重获自由，拯救这个世界。
上帝把萨哈萨林和他的妻子萨贝雅柏派到人间，他们成了人类的祖先，他们被认为是未来艾伊艾马可氏族的祖先，并自称为雅库特，即上帝的亲人。他们定居在广阔的塞德林科谷地。当萨贝雅柏伊要生产的时候，他请生育女神来帮忙。从此，所有要生产的妇女都是唱着赞歌，请生育女神来帮忙。而此时，生育女神则化作白马，从天上来到人间。在爱伊斯特的帮助下，萨贝亚柏伊产下一对双胞胎，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生育女神祝愿他们幸福多子，并将男孩命名为昆基里比奈，女孩命名为杜亚拉玛阔。在生产后的3天，生育女神又化作白马乘云而去。萨贝亚柏伊叫来12个女孩，为爱伊斯特举行了盛大的送行晚会。孩子们渐渐地长大了。有一天，渴望功勋的昆基里比奈召唤上界和下界的勇士们来和他比武，而他的傲慢也注定了这将是不祥的。3天后，一个3头怪物来到他的家里，他是众怪物中会喷火的一个沃特乌苏塔科。这个怪物想让杜亚拉玛阔做他的妻子。怪物看着小勇士哈哈大笑，说道：“你太小了，是打不过我的。”经过短暂的比武，怪物战胜了小勇士昆基里比奈，并抢走了他的妹妹。人们都向地神安阿拉哈琴抱怨地狱怪物的恶行。听到抱怨后的地神则向上界主神尤柳恩阿拉请求帮助。为了挽救中界，他们释放了牛尔衮布图尔，并将牛尔衮和他的妹妹艾塔林阔安置到广阔的克拉德科谷地。父母不想让女儿一个人跟着牛尔衮到处征战讨伐，为此他们让小儿子尤柳恩沃兰也随其同行。上界的神仙萨满乌木苏尔的长女放走了牛尔衮，并趁着乌云同他一起来到了中界。天上的勇士缪朱伯格也同艾塔林阔和尤柳恩沃兰趁着乌云来到了克拉德科谷地，在此已为他们建好了房子。乌木苏尔神唱着颂歌离去，并允诺将会在困难之时予以帮助。牛尔衮布图尔被放出来以后，就开始测试自己的体力。
他一击掌，巨石粉碎；一跺脚，地动山摇。顿时暴雨骤降，碎石乱飞。我们的勇士玩够了，就睡着了，昏天暗地的睡了30个昼夜。饿醒了，他跑到树林里，并高声颂赞密林之神百阿难。并请他送给自己一头野兽。林神很满意他对自己的称颂，于是夸口称道：你能打多少野物，我就送你多少。说完，林神就蹦蹦跳跳地跑开了，只见微微露出的帽尖儿。而牛尔衮此时见林中跑出一头巨鹿，似乎是在跟他进行挑衅。我们的英雄此时是手无寸铁，但照着鹿头上这么来上一拳，顿时就将他打死了。这样牛尔衮有了自己的第一件鹿皮衣服，而鹿肉则被他带回了家。早上，牛尔衮见到一匹绑在马桩上的战马，奇乌拉哈拉。在经历了30天的驯化之后，战马终于承认它是自己的主人。之后，牛尔衮骑上战马去找铁匠科塔巴赫斯兰奴，铁匠为他制定了武器和盔甲。牛尔衮现在全副武装，唱着战歌去找怪物。一天早上，牛尔衮布图尔兴高采烈地给兄弟讲述着自己的梦境，说杜亚拉阔的灵魂像白鹤一样飞过，这也预示了尤柳恩沃兰的命运。他哭着喊着求救，而尤柳恩沃兰迅速地去救他的未婚妻。而就在将要离开的时候，见到了地神安阿拉赫琴。他做了3次占卜，但每次的占卜结果都是勺子扣在地上，这也预示着年轻人最终将会失败。他哭着说，尤柳恩沃兰将会死3次，但每次又都会复活，并和他的未婚妻杜亚拉阔幸福的生活。地神用自己的乳汁抚育了尤柳恩沃兰，为此他也拥有了更加强大的力量。年轻人离开后，从地狱来了一个有3个影子、8条腿的怪物——耀薛赫哈尔贝尔。他抢走了艾塔林阔。牛尔衮布图尔骑上自己的战马，追着那头怪兽来到了下界。但马儿来到火海前停下了脚步，告诉自己的主人握紧了缰绳。就这样，他们越过了火海。越过火海，他们埋伏起来。当强盗出现的时候，牛尔衮砍死了3个影子、8条腿的恶龙，救下了艾塔林阔，并将它变成一个球，藏在马儿左侧的耳朵里。在一声召唤之下，马儿跑过来，带着他们回去了。
要学赫哈尔贝尔怪物非常生气，但是他打算日后一定要报复牛尔衮。牛尔衮和要学赫哈尔贝尔怪物展开了长久的勇士之争。征战中，他们破坏了地狱。为此，地狱的阎王阿尔桑多莱要去找上界的主神，他希望能派来3个天兵，把这2个造事者捆起来，送到金圣山去。而金山后，则是一些小太阳们在玩耍。在银山后住着小月亮。按照主神的指示，天兵们把这2个勇士送走了。到那之后，他们又毁坏了金山。根据3界居民的要求，一位命运之神命令将战争通过火海转移到地狱的要柳切尔克斯赫岛上，那里有一个只能容纳2个人的死亡深渊里。2个勇士都叫自己的萨满姐姐来助阵。牛尔衮吃了姐姐带来的食物，体力大增，甚于之前。而下界萨满伊德克哈哈伊旦也带来了一块血。要学赫哈尔贝尔怪物因此也恢复了体力。他把牛尔衮大头朝下扔进了海里，但乌木斯尔神用手骨将其接住。接下来，牛尔衮又将要学赫哈哈贝尔怪物扔进火海。伊德克哈哈伊旦也试图用手骨将其接住，但乌木斯尔神把他的手骨吹走了。要学赫哈尔贝尔怪物跌入火海，永远的消失了。胜利后，牛尔衮化作一只游隼，同乌斯尔斯神道别后飞走了。他叫来自己的战马，从其左侧耳洞里取出了毛球。妹妹重新化作了人形。我们的勇士关上了地狱之门，并带着妹妹回家了。